我哋要改朝換代，俾啲30幾歲年青有為、敢言敢怒、敢同共產黨說不嘅人入去立法會。新界東，請大家支持陳志全、袁彌明團隊7號。陳志全以前係商業電台嘅 DJ， 同我做過同事，當然就佢年紀同我相差好遠。另外一位係袁彌明，袁彌明寧願放棄呢個美國國籍，放棄佢嘅男朋友，佢都要成為人民力量新界東嘅候選團隊。老實講，如果袁彌明都選到，我哋香港就好快就真係變天啦，係咪啊？即係佢話選到機會相對比較微嘅，佢都可以放棄個美國護照。希望陳志全能夠當選。喺新界東有19張名單，競爭好激烈，民主派呢邊都係，所以我哋希望住喺新界東嘅朋友，一票也不能少，長毛就篤定當選。我哋希望踢走劉慧卿，踢走黃成智，踢走啲保皇黨，換啲新人入去。喺九龍東，而家有9張名單，爭5個席位。傳統九龍東、新界九龍東呢個民主派同建制派嘅實力都係差唔多嘅，55%對45%嘅得票率。當佢有4席嘅時候，就建制派攞2席，民主派攞2席。而家增加1席，呢個第5席爭持非常激烈。有啲人話呢個係謝偉俊、陶君行同黃洋達之爭，我話俾大家聽係錯嘅，因為陶君行係輸緊。呢一個最後嘅席位，甚至我哋唔當佢一個最後嘅席位，就係我哋希望贏埋胡志偉。大家睇下呢2次嘅論壇，民主黨嘅胡志偉非常之弱。弱嘅原因就係民主黨入去中聯辦同共產黨密室談判，支持政改方案，但係佢而家又掛個牌反對西環治港。大家睇下我哋呢本偽民主派賣港實錄嘅封面，有2張相片，一張就係民主黨3個高層主席、副主席同埋張文光喺中聯辦入邊同中聯辦嘅高層，即係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嘅高層密室談判之前嘅一張 photo call。另外一張就係呢位低海拔同條高佬李剛合照。各位，你話你反對中聯辦干預香港政治，但喺公元2010年嘅5月份，你杯葛5區公投，用呢個嚟做條件同共產黨談判。我哋搞緊5區公投如火如荼，你民主黨出賣盟友，借呢個反對5區公投，爭取到共產黨同你打開道門開會，但係結果都係閂埋道門啦，係咪？到最後支持政改方案。請問你仲有咩顏面今日行出嚟叫香港市民投票俾你？投票俾你就係俾你去反對西環治港咧？請問，我哋成日話民建聯最無恥，而家多一個生輝，就係民主黨更無恥，係咪啊？有啲人話我哋破壞民主派嘅團結，講呢句説話真係豈有此理。喺舊年嘅11月，我哋發動票債票償運動，喺區議會選舉裏邊，將一個政治議題帶到落去呢啲單議席、單票制嘅選舉，希望可以讓香港市民多一個選擇。結果喺呢種單議席、單票制裏邊，民主派選民含淚投票支持民主黨，保住佢喺區議會可以至少提名2個席位去參加呢個超級區議會選舉，因為要10個區議員提名。我哋喺呢個票債票償運動上邊係失敗，但係票債票償運動唔會因為舊年11月嘅區議會選舉失敗而宣布結束。今年嘅9月9號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係多議席單票制，最少個議席個選區都係九龍西、九龍東都有5席，所以大家有得揀，放棄民主黨，踢走保皇黨，你投俾人民力量或者投俾公民黨，民主派一樣可以保持關鍵嘅少數，啱唔啱啊？而家有種謬論就係，如
如果民主黨輸，香港嘅民主派就散啦！你真係食錯藥真係。何俊仁輸咗，對個大局有咩影響啊？劉慧卿輸咗喺新東，咪多過范國威贏咯？對個民主大業又有咩影響啊？係咪啊？大家諗清楚就知道，如果你係民主派嘅選民，你喺新東，你唔選嗰兩個民主黨狗賊黃成智同埋劉慧卿，你仲有幾多選擇啊？你可以投俾長毛，你可以投俾工黨嘅張超雄，你可以投俾新民主同盟嘅范國威，當然你更加可以投俾人民力量7號嘅陳志全。咁多選擇，呢啲都係民主派相對比較進步嘅、夠膽嘅，你唔投俾佢，繼續投俾個鵪鶉民主黨，你一定係壞咗腦啦，啱唔啱啊？所以我希望大家告訴大家，9月9號呢個選舉對我哋嚟講係關鍵，對我哋嚟講，即係對人民力量嚟講好重要，對全香港人民亦都好重要，因為人民力量係為基層發聲，為弱勢出頭，咁樣港共政權說不，香港人仲可以相信偽民主派同埋保皇黨嗎？香港人點解唔可以有新嘅選擇？大家如果最近有睇達明一派嘅演唱會，明哥喺個演唱會裏面打出嚟嘅燈號，最多出現嘅就係力量2個字。9月9號，抉擇的力量，人民力量，跟住前面嘅我愛人民力量，仲有一個拉布係沉默的力量。連達明一派嘅黃耀明明哥都義無反顧支持人民力量。我早兩同倪匡通電話，佢撐呢個黃洋達，佢話文化抗共，我撐黃洋達，倪匡都撐黃洋達，你撐唔撐？各位，9月9號嘅投票係好容易投嘅。我哋嘅口號係踢走保皇黨，制裁偽民主派。偽民主派即係民主黨加民協。有啲人話呢個超級區議會好重要，1人2票，我哋一定要去投。我而家呼籲大家投白票，攞咗張選票，唔好吸引，唔好畫花佢，入翻落個票箱度。地區直選你可以投票。最近大家信箱塞到爆，都係呢啲候選人嘅資料，你睇到好悶。當然人民力量嘅文宣係最精彩嘅。各位，你睇到嗰啲參加超級區議會選舉嘅政黨，佢可以擸埋地區直選同埋候選人嘅宣傳資料一齊俾你，仲可以俾我哋啲參加地區直選嘅人多一次政府俾佢嘅免費郵遞，公唔公道呢？譬如我哋九龍西，你一定會收到涂謹申搭黃碧雲，同時你又會收到何俊仁搭黃碧雲，係嘛？佢哋嘅宣傳就係奪面雙雄，周街都係。民建聯就係李慧瓊，如果喺呢邊就搭個蔣麗芸，喺港島就搭個鍾樹根，或者搭個曾鈺成；喺新東就搭個呢個陳克勤，搭個葛珮帆；喺新西就搭個譚耀宗，搭個陳恒鑌，搭個梁志祥。哇！你咪好着數啊！呢個就係超級區議會最唔公道嘅地方，其中一樣就係對我哋其他嘅候選人極不公道。第二，7張名單選5個位，幾乎係等於等額選舉。老實講，我好唔中意白韻琴，但係佢今次參選咧，起碼多一個女擾亂下，你明？否則嘅話就6張名單選5個，一係阿基瓜柴，一係李慧瓊瓜柴，結果就兩大陣營分咗個5個位，連公民黨都入唔到場。你因為你要15個區議員提名，你先會成為候選人啊嘛，咁高嘅門檻，其他啲黨點樣選咧？請問係咪？呢種選舉係唔公道嘅，但係全香港市民，除咗你係其他功能組別登記嘅選民，你可以去投呢一票，你係俾人利用去投呢一票啊嘛！你為佢啲5條契弟攞多個議席，你去投票啊嘛，啱唔啱啊？你係冇得揀啊嘛！
民主派話我哋要贏3席，呢個係對決，對咩決啫？得個5個位，建制派3張名單，任佢贏都係3席。民主派、民主黨兩個名單，再加一個馮檢基，俾你贏晒都係3席，兩邊相差1席，對香港嘅政局大局有咩影響啊？各位冇啊嘛，咁你做乜點去投呢一票啊？1人2票民主有進步啊？你噏乜啊？第三，呢一個1人2票呢個超級區議會係功能組別嚟噶嘛？如果大家令到投票率高，咁係功能組別可以千秋萬世咯。將來所有功能組別就嗱，俾你香港人去投票，即係好似當年彭定康嘅新九組咁。但係個候選人一定係嗰個界別提名，咁咪又係篩選，跟住落嚟2017選呢個行政長官，俾你香港人1人1票。不過候選人係共產黨話事，你制唔制啊？唔制。呢啲道理我唔講，可能好多人都一嚿雲。我一講，個個咁聰明都明白。所以9月9號超級區議會投咩啊？聽唔到？白票。投咩啊？白票。投咩啊？白票。簡單係咪？投直選，棄功能，呢6個字聽得清唔清楚啊？投直選。棄功能，投直選，棄功能，分區直選投人民力量，功能組別不投票，分區直選投人民力量，功能組別不投票，我諗都冇乜人嘅論述會清楚得過我哋㗎，係咪？所以希望各位9月9號。出嚟投票嘅時候，真係呢一票好重要。平時啲人都話俾你聽重要㗎啦。今日我做論壇，而家應該播完㗎啦。今晚好似7點鐘有重播，唔知有冇啦？互動新聞台。今朝早我哋10點鐘喺將軍澳係錄播一個即係九西嘅電視論壇 ，TVB 嘅互動新聞台冇人睇嘅 ，OK。咁但係冇人睇之中，我哋都會有人download 咗落嚟，然後擺 Facebook 嘅。今日我就招呼呢個蔣麗芸，我真係對佢情有獨鍾。我話你啲人又話攻擊，我唔攻擊你啦。陣間話我啲殺傷力強，我同你討論一個常識問題，國民教育嘅常識問題。你咁愛國。你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我想問下你5星期嗰5粒星代表乜？食票。跟住佢叻唔切，佢話：你梗係想話嗰粒大星係代表共產黨啦？咁我話係咯，全世界都冇一個國家嘅國旗擺個政黨落去嘅，係咪？咁個政黨瓜咗柴，咁咪即係個國家要瓜柴，係咪啊？咁我話嗱，你不如話俾我聽，嗰4粒小星代表咩啦？大星梗係麻哥都之間講共產黨啦。佢唔答，我話你要答啊！咁啊逼佢答，結果佢答咧叫功能冰箱。我話你真係壞壞地腦。錯晒。嗰4粒星啱，有一粒係工人，一粒係農民，一粒係小資產階級，另外一粒叫民族資產階級嘅張小姐。你連國旗嗰5粒星代表乜都唔知，你學人愛國啊？你愛咩春國啊？真係，係嘛？跟住好，再問你第2個問題，知唔知咩叫3面紅旗啊？你愛國㗎嘛？中國共產黨喺1949年建政之後，其中一個最引起世界上邊關注嘅，喺當年50年代末期，有一個叫3面紅旗政策係乜嘢啊？蔣小姐，梗係 O 嘴啦，佢識條出喎，係咪？我話你唔識答，我話俾你聽，3面紅旗就係人民公社，總路線大躍進，人民公社係食大鍋飯，總路線係多快好省，大躍進係無盡。1958年呢個係中共嘅所謂第2個5年計劃，我哋而家講緊係12.5就第12個5年計劃，5乘12即係60年，中共建政62年。1958年。第2個5年計劃就係要提出呢一個所謂大躍進政策，就係
嗰個工業煉鋼要快，即係要超英趕美，係嘛？中國要好快嘅時間裏邊就超過英國美國，叫大家攞啲沙煲罌罉出嚟煉鋼咧，係咪？最近都有部電視劇爛片抄呢條橋啊，係嘛？嗰部叫《造王者》啊，係嘛？話嗰個二太子叫啲民間攞晒嗰啲沙煲罌罉，攞晒啲攞嚟鑄嗰啲兵器，跟住搞到民窮財盡，係嘛？毛澤東真係做呢樣嘢喎，人民公社就係食大鑊飯喎，個老婆咧。就係一個公社裏邊嘅第二大隊，個老公係第三大隊，大家幾乎唔係同床瞓嘅，食飯都唔係一齊嘅，同第二個馬好食嘅，拆散家庭。喺1958年之後，60年代初，因為三面紅旗死咗幾千萬人。香港好多大陸嘅人走嚟香港，60年代初喺邊境漫山遍野都係嗰啲內地嘅同胞嚟香港。各位，香港有今日。就係靠60年代初大量嘅難民湧嚟香港，呢啲歷史係咪國民教育啊？佢真係識條出啊？係咪？咁我哋愛咩國啊？你話俾我聽，你愛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咪？所以咧2、3句就收佢檔㗎啦，佢都唔知道我出呢招。下一次個論壇佢又唔知我玩乜喎，下一次我唔搞佢啦，咪揾阿芬姐搞下咯，係咪？我而家係遊戲論壇啊，大佬。係咪？佢哋就戒慎恐懼、戰戰兢兢寫埋稿，咁你估到我問你咩先得㗎？係咪先？唔係，但係冇人咁嘢我，咁奇怪，我望有啲人問我問題，冇人咁問我喎。呢啲就係拜㗎嘛，係咪啊？都唔使打你就殘啦！問我問題邊個夠膽問啊？你都唔知問乜好，係咪啊？今日張文光喺結束嘅時候。最後嗰個結語代表民主黨發言，又話我哋反對掟蕉掃牆呢種劣質文化，又喺度噏呢啲嘢，你俾啲新鮮啲嘅啦，大佬！保皇黨又鬧我哋掟蕉，冚家產民主黨又鬧我哋掟蕉，你換啲新鮮啲嘅得唔得啊？即係揾唔到嘢入我哋啊！跟住我話掟蕉掃牆呢個係議會抗爭，你話佢劣質文化，我劣質得過你？呢頭話反對西環治港，嗰頭行去中聯辦同佢密室談判。係咪？邊個蔣麗芸喺度念稿啊！哎呀，九西有5多3難2重點，咁啊啲人幫佢抄，咪噏咗一嚿。我話九西仲有一多，就係賤人多奸賊多。真係唔係牙刷真係，揞住咁都講贏佢，冇料到，算咩立法會議員啊？係咪？呢啲咁嘅水平嘅人入去做立法會，就梗有共產黨照住啫嘛！蔣震個女，民建聯副主席，攞住啲鐵票2萬零3萬票，大搖大擺行入去做立法會議員，呢個咪個制度問題啊！各位，係咪？蛇齋餅粽米喺地區上面，共產黨外圍組織做幾多嘢係咪？我哋呢度有個候選人未選嘅，共產黨中聯辦幫佢派咗100幾萬嘢啦！係佬啊，唔緊要。我同啲老人家講，有米派嗱臨去學攞，旅行係要去平嗰啲，10蚊食3餐嗰啲，幾大都去。食窮民建聯，票投黃毓民，最有智慧嘅長者。各位，大家睇下梁振英政府而家係咩款？借呢個保釣嚟轉移視線，跟住隻船嚟。好似阿劉夢熊話揾佢接船喎，今次有5星期咯喎。老實講，你上去釣魚台插支5星期，我都覺得好硬眼。你呢頭行去中聯辦4、5行動就燒5星期，咁加上嗰頭去釣魚台就插支5星期，跟住翻嚟又攤開支5星期，係嘛？跟住慶功宴就有個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包晒9圍，係嘛？出海又佢俾100幾萬，我都拗晒頭，究竟咩一回事？當然。我都仍然係肯定呢班保釣勇士嗰啲勇敢嘅行為，係嘛？我都保過釣嘅，1971年20歲嗰陣時，血氣方剛，國家民族義憤填膺，結果後來發現俾人揾老襯，俾共產黨揾老襯，俾國民黨揾老襯，我而家梗係唔會咁笨啦，係咪？你話保衞釣魚台，即係釣魚台，而家係你嘅，你坐緊喺度。
跟住啲日本仔埋嚟謀你，你要同佢抗拒，咁咪保衛釣魚台咯，係咪？你呢班保釣勇士擒咗上去插咗2支旗之後，跟住俾人拉喎，俾日本海上自衛隊拉你喎。喂，嗰度我地方，我屋企你嚟拉我，咁即係唔係我屋企啦？係嘛？咁你共產黨發表咩聲明啊？唔好鬥我哋啲中國人啊，就鬥咗你啦，落晒孖葉啦，係咪？跟住去沖繩南霸警署唞一晚咪放人咯。你吹啊？佢拉你啊！佢唔係話啊對唔住，呢度係你嘅地方，我哋霸佔咗好耐啦。你而家咁情況嚟坐下啦，冇問題咁啊，得閒你坐啦咁啊。佢拉你嘅，個罪名係非法入境，咁即係嗰笪地方唔係你嘅啦。所以我哋唔可以叫保衛釣魚台，我哋揾軍隊打柒佢，我哋叫做解放釣魚台啊嘛佢啊！保釣呢啲邏輯，我一講你係明嘅，係嘛？好簡單嘅道理，呢個唔係民間應該要做嘅嘢，但係民間要做嘅就係要促使政府出手啊嘛。如果你俾唔到壓力個政府，嗰個政府就好大鑊啦，係咪？中國共產黨對住日本人就不舉陽痿，對住自己嘅同胞就食咗偉哥，十分亢奮，冚家產係咁打壓，係咪啊？劉曉波攞諾貝爾獎啊，坐多幾碌，係嘛？李旺陽就被自殺，係嘛？日日去打壓嗰啲維權人士，咁即係對自己嘅同胞就好似食咗偉哥咁啊嘛。但係對於個領土俾人侵佔，對於一個小日本，喂你就好似前列腺腫大，屙尿滴濕鞋，不舉。我講呢啲嘢粗俗少少，但係啱聽啊嘛，係咪？咩事要對自己同胞咁強硬？係嘛？又強又硬，對日本仔你就軟弱無能。你睇人哋南韓嘅總統就行上獨島啦，大佬，你咬佢食啊？係咪？所以1919年，北京嘅大學生因為巴黎和會，北洋政府出賣山東權益俾日本人，於是發起遊行。個口號叫內除國賊，外抗強權，史稱5·4運動，就係針對日本人，針對當時嘅北京政府軟弱無能。今時今日嘅北京政府，佢話佢自己好強大，但係喺呢個釣魚台主權嘅問題上邊，大家睇到係咪？到今日為止，都仍然係軟弱無能。對香港、對台灣就猛喺度講一個中國，係嘛？對住日本人一個釣魚台，你都冇辦法收得翻。我哋大陸嘅漁民、台灣嘅漁民，去到釣魚台附近嘅海域捕魚嘅時候，經常俾日本嘅海上自衛隊驅趕，甚至拘捕。但係中華民國政府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係鵪鶉一樣，所以呢個民間保釣係好悲哀嘅，各位。我哋喺呢度呼籲大家，香港作為所謂一個特別行政區，主權係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但係我哋香港人一定要勇於捍衛我哋香港原有大家所珍視嘅財產，包括言論自由、司法獨立、資訊自由流通、人權呢啲咁嘅核心價值，一旦受到破壞，香港就玩完。所以我哋不要共產黨治港，係咪啊？